今次介紹單位係坑口嘅蔚藍灣畔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睇個單位啊！一入到嚟呢，你會見到裝修係唔錯嘅。咁喺呢個左手邊呢，就係一個嘅廚房啦，圓即曲斜形嘅設計。咁你會見到雙星盤，望返出去係有窗，咁同埋有對流作用，都非常之好噶。咁呢一邊呢，就係雪櫃，同埋呢一個原裝嘅櫥櫃，你會見到收納空間都好多嘅。依家我哋出返去睇一睇返客飯廳嘅位置啊！業主呢就做咗一個嘅到頂櫃，下低亦都做咗滲光效果，令到成個單位好光猛。咁另外地下就係地磚啦，亦都方便打理嘅。一個大嘅露台，望返出去呢，就係望到一個對面非常之大嘅來源景色，所以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咁你會見到單位呢附近呢個嘅空間感都好大，長方形嘅客飯廳設計亦都非常之好擺位，就算依家擺咗2張梳化都唔會覺得細噶。依家入返去睇一睇返呢一個嘅房間啦。房間方面呢，呢一度就係其中一間房，望返出去個景色都係一致嘅，亦都做咗一組到頂櫃。另外呢一個嘅窗台位亦都做咗一組櫃，打開就係一個嘅鏡櫃，亦都係增加咗收納嘅空間。呢一度就可以做一個書台啦，非常之實用。咁你會見到呢，依家我哋去返對面就係洗手間。洗手間業主係全部裝修過晒，做咗一個大嘅鏡櫃，亦都做咗一個特色嘅牆。洗手間方面一個企缸嘅設計，亦都方便打理，用起上嚟亦都更加方便。入一入返主人房睇睇，一張大嘅雙人床，另外做咗一組櫃，收納空間亦都好足夠。單位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大家對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